后来继续是桃园有家长伫社群媒体来抛文，讲伊个囡仔即个国小的毕业旅行，3天2暝爱7290块，实在是伤贵。讲学校根本就是个家长当作是潘啊，也毋过去有济网友来吐槽，讲安尼无贵啊，讲即种的收费真合理啊，若感觉伤贵就莫去。 囡仔人满面笑容，手提水枪，欢欢喜喜伫咧乐园内底耍水。游乐园毋但互大细汉囡仔有美好的记忆，嘛是真侪学校毕业旅行的行程之一。不过有一个家长摕到囡仔毕业旅行的行程，煞无欢喜。家长讲囡仔伫咧桃园读国小，3天2暝毕业旅行就要7290块。讲学校敢是甲家长当作潘仔，去甲破文，引发着讨论。其实都也算。 还可以。我自己如果带我自己孩子，可能出门个3天2夜，其实基本上是已经会远高过于学校这个标案的费用了。详细看学校提供的行程，头一天为桃园出发，中途安排溪湖糖厂加大江溪乐园，高大南部大型游乐园的饭店连住2暝。第二天伫咧游乐园耍几天，上尾天先到婚礼的观光工厂参观，坐落来到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，最后回来到桃园。旅游的行程是真满，网友讲学校的安排甲收费是真合理。有网友留话讲，住2暝宜大天国饭店，再加上游乐园的门票，伊嘛要报名连结。有网友讲，若是感觉贵，安尼就莫去。毕业旅行3天2夜的费用，价格大概都是在最多是6000多块，那7290是偏高的。3天2暝7290块，到底敢有算贵？大家人的心中拢有一个标准。不过对国小的毕业生来讲，甲同学做伙时间则是无价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